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鸿牧师。今天10月9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夸耀上帝的作为。读的经文进度在哥林多后书10章7到18节。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。正如圣经所说，谁要夸口，就该夸耀主的作为。哥林多后书10章17节。这一段的经文主要在叙述保罗，他说明自己的权柄的来源与目的。他也回应了这些敌对者的毁谤，表示他一定言行合一。保罗解释自己是遵循上帝给的工作范围，不是拿别人现成的工作成果来夸耀自己。哥林多教会有许多反对派、敌对者，他们不尊重保罗，事事做梗，所以保罗在本书有好多次为自己来辩护，证明他是配得牧养教会的人。但那一些反对的人，他们竟然用最卑鄙的反对方法，他们就人身攻击了，侮辱保罗，说他其貌不扬了，他言语粗俗。这些人自称自己是基督的真使徒，他们以为保罗贫弱的外表为借口，让哥林多信徒怀疑保罗的使徒职分。他们这样的行为，原因就是歪曲福音的真理，来破坏教会的邪恶动机。他的傲慢和没有信仰的行为。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，在描述保罗，他有力来说明自己建立教会而努力的一切，在服事上和他自己的品格德行。他主要是要证明说自己使徒属灵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根据。他也揭露了企图来离间保罗跟哥林多信徒之间关系的阴谋。保罗现在就强调，为了教会的益处和击退异端，怎么夸口也不为过。就是他要真的不谦卑啦，就讲真话了。当时候在哥林多教会毁谤保罗的假传道，这一些的假教师或是所谓的假使徒，他们自己举荐自己，要争取哥林多信徒对他们的赞叹跟佩服。保罗对于这一些反对者，他们居然可以用自己的标准来推荐自己，他觉得这种行为让他自叹不如。他是照着上帝给他的使徒身份和范围，在为传福音的外邦地区来建立教会。那在这个原则之下，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。他也很盼望说下一步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。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，保罗他不会像这些敌对者捡现成的啦，把别人的工作成果好像归功于自己啊。所以保罗他反对这些人好像捡现成的事来夸口自己。当时有些具有野心的人，他们想趁着保罗不在哥林多教会的机会浑水摸鱼啊，把哥林多教会好像变成他们自己的，然后进一步来毁谤保罗他的为人和他所做的事工。哥林多人似乎因为假使徒这样的自夸而受到迷惑呢，
所以保罗说，夸口的当指着主来夸口，不是自夸。如果我们其实在工作上有什么样的成就，有时候我们好像不经意的会你看我真的很棒。保罗说，我们应该把这些功劳归给我们的主。反之，如果我们没有将荣耀归给我们主，只归给我们自己，那可能就别有居心哦。他提醒我们，侍奉上帝的人是否蒙上帝的喜悦，不在乎他自己称赞自己哦，而是在乎说，主怎么样称赞我，好像称赞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样。而那些假使徒的工作，除了他们自己称赞自己之外，还有谁来称许称赞他们呢？但是既然哥林多信徒受到这样的一个迷惑无知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分别。这是保罗他自己挺身而出为自己来辩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我们来默想，保罗说，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，那这对你我有何提醒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知道我们世人所拥有的一切能力，一切的成就，其实都是你所赏识，你所给予的。所以当我们在夸口自己的成就的时候，求你就鉴察我们，不叫我们把这些的荣耀归给我们自己，而能够很谦卑的将一切的尊荣都归给主耶稣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又蒙福。我们下次再见。